好，开始。好，无张伫对眠床的草仔内，眠床的草仔内有咱所袂晓伫的通拖吹唱，迎接咱。好，其他拢了解，就是迄个草仔内，草仔是啥物草仔？草啊来，嗯，我嘛无介清楚，只咧讲啥对伫参。系啊，眠床内底眠床的草仔，系啊，会知影讲是眠床有迄个通拖，啊，毋过眠床要是讲伊是迄个时代的眠床内底有草仔，敢有可能？等下我遮为什么会读到遮来？我若入去装写时，定定都是想讲装我的哦。无张伫对面前的草仔内，嘿，哦，毋是面前的草仔。嘿，哦，所以讲就是伊是讲迄个厝头前的迄个草地迄款的所在对。应该是面前的草仔内有咱所袂晓得的通拖，袂晓得的通拖，好，就是咱所以讲袂认得的吼。所以讲这就是爱听声是袂袂晓得，也是袂晓得，袂晓得嘿，好，袂晓得的通拖。安尼就了解啊。迄个吹唱吹唱是啥物？吹唱，毋知呢。吹唱面接力，咱来查一下吹唱是啥物件。系你点无？OK，毋知吹毋着，吹唱。吹唱，嘿啊，无吹毋着啊？为虾米会无即个字？吹唱，这台语嘛无，嘿啊，毋知是毋是有typo，嘿啊，这都歹讲啊。哦咪嘿啊，嘿，吹唱，唱，吹唱，就是通拖吹唱，嘿啊，唱 CH 我嘛的唱，安尼咧，啥声？那用这查看。哦，我是拍着声调，应该是第三声。嘿，第三声，嘿啊，啊，毋过我用第三声吹嘛是吹无吹唱，来看吹。OK，哦，吹唱来，你若看即个，你若用即个 star 唱吼，看一查着一个词叫做话吹唱，吹唱哦，吹唱，或者是话吹唱吼，看你是对一个腔口，好，就是合奏、唱歌伴奏，的窗啊，嘿，合奏、伴奏、自奏、自唱吼。哦好。话就是话弦啊，吹就是分鼓吹，吹就是分鼓吹啦，这是无共腔口吼。阮讲鼓吹啦吼，鼓吹鼓吹咯会使吼，话吹唱三种吼。好，是，所以讲吹唱就是两种，因为窗啊袂会弦啊。啊，就是所以即讲即通拖有无？通拖就是话嘛，话弦啊，就是若敢若迄个叫啥？蟋蟀扑白，伊就会伊用骹抹会出声嘛，就若敢若话弦啊。嘿，是。啊，所以这是通拖话吹唱就对啦吼。了解。接咱安尼啦吼。是，我来记起来，话吹唱好，安尼了解。规句应该看有吼，无张伫对面前的草仔内，有咱所袂晓得的。袂晓得的通拖吹唱迎接咱吼。
迎接咱好。诶，后壁停静一个听看了解啊，迄个停静，敢是停落来甲静静？我有嘛是安尼啦，所以应该是好，停静，查看嘛，好，其他是咧敢讲。有即个词？即听个感觉是两个动词啊，拄啊合作伙，肯做伙，停静。这较无，第二点无即个词，若是找台语，若无，应该是会使甲伊分开看两个分开的动词。我看有啥物静。无 ，OK， 好，应该是好听，好，继续。就听静，刚倒位哈，听静一个听看，一个听看，毋知伫倒一骹，倒一格，倒一格，毋是一格，倒一格，所以即个倒倒毋知一格，免变调倒一格。爱变调，毋知伫倒一格。毋知伫倒一格。对悬悬的所在有半天啊的声，细细伫咧响，细细伫咧响，细细伫咧响。好，你了解。停骹，举头一个看，远远的山，直直到要拄天啊，直直到要拄天。好，了解。在加纳，伊爱变调是加纳，在加纳啊，在加纳，对，加纳嘿，加纳亲像伫咧困，应该是讲迄个山伫咧亲像伫咧困。好啊，水啊，自在啊，快乐啊，咱的残阳会好经地，好，了解。好，来，我读一遍哈。好，无张伫对面前的草仔内有咱所未晓得的通拖吹唱，迎接咱。听静一个听看，毋知伫倒一角，对悬悬的所在有半天仔的声，细细伫咧响。天骹举头一个看，远远的山直直到要拄天，在敢若亲像伫咧困。啊，水啊，自在啊，快乐啊，咱的残阳的好景致。好，继续吼。毋过，若入到咱的装车内，头就爱行头是头晕目暗，就是头晕目眩哦。晕就是晕眩。了解。这个我爱记一个。晕，头晕就是头晕。好。对。晕车是啥物？晕车。晕车这个我爱记一个。同个晕船嘛是安尼讲啦，晕飞机较那种听啦，但是我那坐飞机有时我那会晕啊，讲，尤其是咧起飞迄阵，我捌晕过一遍。哇，毋过就真痛苦。起飞的时阵，我拄好看窗仔外吼，变成你个人无法度协调，迄个失去了平衡感，他开始戆起来。是，好。哇，第二点敢若歹去啊！你有找台语？歹去哦，这个行李吼。
代理店袂叮当。无反应。无反应吼。会讲 error 522。嘛行车，我看下有啥物行。用监理店查有行。有收行船。监理店嘛是的，监理店嘛是定的。哦是哦。对啊。敢是用同一个 server， 所以讲一个歹去，另外一个嘛。可能。好，我来记这个行船。行船行车。监理店。代理店拢有收啦，你出台你都看得到，监理店、代理店拢有收行这里、高这里。对。好。伊有行船、行桥、行山。拄则嘛是看到一个有一个 Embry 大英书店有收一个行药啊，就是晕车药行药啊。我都毋捌听讲吼，行车药啊捌听过。药啊，嘿，嘛是共款的意思。有人讲行车药啊，就是药啊，系啊，行车药啊，足重要。有时阵我嘛需要食行车药啊。好，继续来。好，我看觅头就爱行，目就爱花。了解，头行目花。所有看见的，就是跌刺会破篱啊。跌刺会破篱笆。破篱笆才了解啊。跌刺是啥物？跌刺应该是竹刺。竹刺了解。跌刺我无确定啦，但是我看起来应该是这个意思。因为无别个。我看解说嘿。跌刺讲这个词我都毋知吼。跌刺。有咧，代理有收。代理倒是有收跌刺，跌啊的刺吼。跌刺。对嘿。跌刺。Merino 是讲跌刺是 long thin bamboo branch or thorn。嘿啊 ，thorn 嘛是刺的迄个意思。好，继续，就是跌刺的破篱笆，还是毋是篱啊？是篱笆。破篱笆，如架的草堆，会使如架，敢就是乱草草的意思。如架。应该是，但是我毋捌听人安尼讲。如苍苍一点的听到。如架架，今仔日才听到。这个如苍苍应该嘛是乱草草的意思，敢是？平安啦吼，你敢有去画地？我是，其实毋是咧，其实我有去看迄个中医，就是我今仔日又去啦。我顶礼拜，毋是顶礼拜，就是2礼拜前有嘛是安尼发，伊嘛咳嗽扫甲有歹严重，我就就是惊迄个出门去坐运，也是坐运，上班会互人啥物？我就甲我的同事讲，同事申请讲伫厝内上班，因为之前伊拢有讲，因为疫情的关系，就会使若有需要会使伫厝内上班，嘿啊做工课。然后我嘛有是就是。我当时就建议我去看中医，因为讲伊个即摆看听起来是无，因为做迄个 rapid test 就是拢是阴性啊，因为嘛是无着病，伊就建议我就看我即个情形看起来是迄个鼻仔过敏诶造成诶。的确我去看中医嘛是讲即摆看迄个看起来就是鼻过敏造成诶迄个症状，系啊。
所以我即马就咧食迄个食中汉药啊。哎呀，好，平安系啊，的好，平安的好，好，我因为昨就是放假，昨拜六，嘿，放假就对，直直出来，无乖乖食药啊，哦，就系啊，就酷嗽就较严重。哦，嗯，好，好，拄则看到我就如假假即个哩，大力点有收，但是大力点的解说是强要袂喘气，有妹袂穿体哦，这这安含几只尼意思无共啦吼，加护下吼，诶，买如嗯如开头诶，好，啊，伊若讲如常唱是定定听着吼，我看查得到诶，嗯，即讲你哦，嘿是如常常是定定咧听，好，诶，如常唱吼，嗯。诶，如常唱，嗯，哇，这无啥物特别的解说伫遮。好，大理大书店有收吼，嗯，这是一个足世上讲的一普遍，种方法嘿，吼，嘿，是足普遍的吼。对对。诶，TJ 的，我看 TJ 讲你诶，现只 TJ 会解说，如价，我看嘛216呀，伊首的音是如苍苍，200如，我看价，我敢若有收的款价，诶，有呢，你遐敢有 TJ？伊是伫217页，217页遮吼，讲嘛是乱纷纷千头万绪，敢若就是甲如唱唱是同款的意思。你是讲217页诶，哎呀，伊是收价格，哎呀，因为我价格，就头先去现迄个225页，是无，225有收如价，毋过如价伊就讲是去看字价，嘿嘿，无拼音的啦吼，价格，就伫遮是无拼音，嘿是。啊，如苍苍啊是如苍苍，拢字苍苍拢有啦吼。哎呀，看起来是这个意思。你切乱成一团哈。嗯，反正就是这种意思啦。啊，就是我是较讲日常唱的哈。若是讲职场操，你敢嘛是会讲迄个是一个所在，一个房间，也是厝是如常唱，也是日常唱。一般我是讲一般，讲是讲人吼，嘿啊，一般敢若讲是讲虾米人，嘿，一定人，毋是，也是代志，敢是？阮会用来形容啥物件？比如讲头毛头脏，哦，头毛好，那丢草这种的，就是法师丢草这种的。哦，了解，毛线所以团讲，嘿，这种物件，了解，有线迄款。对，再来讲日常唱。哦，了解。比如一部电线嘛会使讲日常唱，但是袂讲房间日常唱，因为迄个语感毋是安尼吼，就是迄个即个如理吼，咱查即个如理吼，看什么意思？我是因为阮的发音是日啦吼，JIR 啊，但是迄个 JI 日，我就是 JU，无就是 JI 才有法度啦吼。是日，混乱迷惑，叫做如嘛，吼，大理大书店有收啊，甘利店的如对是如呢？无呢，甘利店无如，我来查一下字。
嗯。我若是吼，若是用找字讲多高一字伫迄个 MP 大英词典，伊个对应的英文内底有收字加即个音的。哦，我看卖会 JU， 会 JU。哦，伊用的迄个英文用甲真好，伊是用收 Tango 的，就是 Tango 用来对应华语的迄个乱，嘿。对，就是 Tango。Tango。吼。是毋甘，系着你有看到有收，伊有收迄个如嘎嘎迄个音。有，如嘎嘎，无鼻音的啦吼。系对，就甲迄个 TJ 收的是同款的音。因为伊无例句哦，所以我毋知影说是毋是我所知影的即种用法吼。你看伊即个头一个 Tango hair 吼，就是即讲足明显的，就是讲敢若有即种物件在用字啊吼。毋是所有代志拢字，但是第二个 affair 我感觉若是讲是 affair， 应该是用迄个批论的讲法，就是讲代志乱糟糟，亲像头毛安尼，也是亲像碰西拍架嘿安尼。即个字里吼，所以我语感内底即个字里就是草线即种物件会乱，叫做字。嘿，了解。所以我为什么要查字典，就是要看是毋是就是确定吼，敢有例句。但是伫大字典啊是主要是讲字典啦，啊是大字典高一字的字啊是字吼。大字典字有时有收混乱迷惑，但是我感觉都是这种感觉，应该是丝线还是 hair 迄种混乱。是，系啊，系啊，无菜因拢无收例句。字伫甘字典有一个，就是草名草哦，是叫做字，所以我定位就是字还是字本来是一种草。嘿，是啊，大字典好啊，大字典有收一个如头三鬼如头三鬼，即个也是三鬼，即个咩讲成语啥，即个词。如头三鬼，系啊，我就是用如加一个星号。我查看如开头的词。是安怎相关的？我是用大字典找，我感觉用星号大字典，唔知影系啊，唔知影为虾米找大字用星号就找袂着。如星号。如苍吼。真侪如开头的，毋过大体数的如加嘛是无鼻音。你讲叫做如啥？如头三计。嘿。如头三鬼，如头三计，三计吼。系啊。就是即个如还是字里吼，看来就是一种草啦，所以一般是来你讲即种若敢若草安尼乱的物件。系啊。再用如苍，这我所知影吼。但就是讲你敢若房间乱，袂讲如苍，你着爱用千丝万缕安尼，要安尼讲。是有真侪线条迄款的。而且譬如讲，你讲如苍，毋知要哪，就是华语叫怎呢？
自私欲分啦，吼。哦，好，就是用日常唱来这个词来来形容，好，日常唱安尼。是。好，咱转来继续。好，继续。是咧，好，200遐如架架的草堆，好，所以讲这个就是讲草堆，好，如架架的草堆，伫咧你感觉第7声？伫咧对，是讲迄个动物，伫咧古叶的草水窟古叶甲臭水窟。OK， 古叶吼是动物吼，比如讲牛还是猪吼，因拢当咧迄个土地沟内底咧滚架咧练来练去吼。了解。这叫做古叶。古叶哦，原来是敢若之前有看过这个词，好，我过来。因为这个词我自细汉和阮朋友去饲牛的时阵，定看牛咧古叶吼，所以我这个词阮自细汉就晓讲。但是敢若限伫咧讲这个牛咧古叶安尼尔。是。其他时阵就限咧用到这个词。哦，是爱伫庄脚有牛的所在才会用到。对，有咧饲牛的囡仔拢会晓讲。好，了解古叶。好，后壁一个，迄个是臭水窟水窟，了解水窟，咁水洼，咁对，就是水窟，水窟啦，哈。窟啦，好，了解。水窟啦，吼水窟，嘿。等你讲酒窟啦是啥？你知无？唔知是啥物？酒窟啦就是酒窝。哦，好，了解，也是一个窟啦，好。对，查一个好啦，自细汉拢晓讲，唔知影。对。特别若看到这个家己顶安尼甲我印证吼，我就感觉就欢喜的。对，家己顶嘛有收酒窟。酒窟就是酒窟，就是喙配笑的时有这个凹窝吼，酒窟啦，拢讲酒窟啦，吼，佮加一个字吼。窟啦，嘿。因为你敢若讲酒窟，敢若含义的物件连袂起来，但酒窟啦就会使，酒窟啦。好，继续吼。好。伫咧古叶，伫咧古叶的臭水窟，土本堆，臭水窟，土本堆，涨落的低调。土本堆应该会使了解，毋过就是涨落是啥物意思？涨落的低调嘛，知影意思？这种即句后壁即句拢是讲低的所在，毋过就是涨落，来看卖，再看卖是啥物意思？涨落就是个那湿漉漉安尼啦，吼。但是伊这只是一个涨对啦，涨。是讲水参土来算，原来有这个意思，涨。你感觉即个字，感觉形容甲真活跳。你伫倒看到？我是无看。因找涨高一字。高一字尔。对，涨。当然我较接听到这种酱啦，吼，豆酱啦，有生的吼，酱用豆酱去生吼。是啊。酱料吼，酱粿。哇，听起来就真好食。我是就介意这款物件配糜来食。安尼，酱料酱粿，我即马拢唔敢食糜，其实我较早唔是安尼食。其实系啊，我阿母就讲我是
其实安尼食对身体是无好，因为拢是，要来讲腌制的物件对身体是唔好安尼。我是即满唔敢食白啦，因为白迄个算伊个转做糖足紧，速度足紧的，所以我所以讲迄个对迄个血糖会唔好。原来是安尼。对吼，对吼，起伤毒落伤紧的，所以我即满无食。安尼吼，了解。我是啊，就爱像你拄则安尼讲安尼食法。我较早顿拢安尼食哦，我即满唔敢。若是唔食袂，是爱食啥物物件对身体较好，就是较无迄个血糖的问题。就是是爱食胖，一般的胖也是。其实尽量莫食碳水化合物啊，就是。是啦，有听过即个碳水化合淀粉类，爱较少食较少。食较少就较袂啊。了解。我就基本上食较少，嘿。对。尤其是白饭啦，尤其是白饭，了青暗暝啊，因为已经困较烂嘛，就所以吸收足紧的。对。紧，嘿啊。好，就酱，拄则要唱迄个酱落落。酱落落，酱甲一身躯吼，酱甲一身躯水掺土来耍吼，就是酱甲一身躯酱。酱甲一身躯。所以讲这是生活中豆的用的词。对，安尼讲嘿，酱甲一身躯安尼。有台语顶有收酱甲酱水，酱水就是酸水的意思。有同款。来记起来。酒水我就唔捌听过，但是就是。家己身躯就有。是就是你看到。好。所以讲，迄个应该就是迄个酱的意思。酱。好，咁咪继续。好。酱落落的低调。好，加到这个加敢若读本调，也是变调。本调。好，加到的声。加到的声。乱吵吵。胡令人。好话的声。好话的声。互人唱门梗。唱门梗是啥物？OK， 唱门梗就是起鸡皮疙瘩，叫做唱门梗。了解。所以门梗了解，我就想讲门梗这个词，这个真熟悉。门梗叫做毛孔。是。好，这个我来记一下。华语叫毛孔啦，但是台语的写法是门梗、毛管。好，了解。迄个唱我来看一下。唱就是。你讲是蒙起来。门卡起来，就是唱。个水诶，就活条的动词。羽毛顶顶卡伫就叫做唱。唱门起唱哦。起唱好。门起唱。是。有好。唱门梗。我伫遮哈。嘿。OK。所以譬如讲猫还是一般来讲猫啦吼，猫的门会藏起来吼。对。有时啊，比如讲咱头譬如讲因为迄静电的关系，咱头门会藏起来。对，嘛藏起来。会用这个词吼藏。
有一个词我毋知影即个代理店有收无吼，有可能是即较现代化的讲法吼，我讲即个人就唱秋。秋哦，好哦，所以唱秋的唱嘛是即个唱。对，但是无收。哦，有呢，诶，唱秋有啊，毋过伊的秋是第七声，唱秋。第七声哦。秋的秋，敢是个秋？哦，唱秋哦，阮较早有一头一个是起甲翘喙秋，第二个是典韦风吼，啊，第三是反对。我较接听到的是用法是第二种吼，典韦风吼，唱秋吼。是，我嘛是定定咧听。嘿，其实讲第七声讲的较通用，就是有迄个喙秋，迄个感觉。喙秋是第一声，所以我就想讲那第七声。是吼。我想看，我查一下这个秋字。秋字。是个秋是第一声。对啊，所以应该是写唔对去啦，应该是秋啦。好。对。唱秋。唱秋。若是叫原册，敢会使看出来原册是第倒一声？对，我等你看，就是原册就是收第一声。原册是收第一声吼。嘿。哦，所以讲这个应该是会使去互人报。有一个名册，有一个社团，会使就是咧校对代理店咧校对的社团。我今仔日下晡去甲伊讲一声好啊，就是讲应该是有啥条收毋对去，伊就会改过来。好，就是因为编这个代理店的是一个林俊玉教授嘛，伊就是伊迄个社团应该就是伊家己创的，伊就是会甲讲若是伫代理店的网络版有看到有啥物写毋对的所在，伊会使甲伊回报，伊就会改过来。好，我就去甲伊讲。好，我记起来。应该是第一声。对。因为隔壁即个收的另外一个词是张秋吼。秋是。你有看得到嘛？吼，有看到是苍秋吼，苍秋。就是秋就是第七声，唱秋是。遐真明显，一个第一声，一个第七声，好，真明显，对。这个秋嘛是一种门嘛，吼，所以拄则讲干那门徛起来这种形容是唱的，吼。你喙手若徛，当然喙手是水落啊，但是喙手若徛起来就是只气彩。对，就是那样刷吼，等下学这个词样刷安尼吼。所以这个唱秋就是讲典韦风吼。是唱秋。拄则先煞来学这个样刷，才会对的吼，看才会对。样刷。这寡词吼，今仔日足久无用到。拢系啊，拢想袂到。对啊。样刷。伫书店有收着吼，我看这。所以讲你讲的迄个样刷是啥物意思哈？样刷。样刷就是，就是拄则讲的，那敢若。我想看下你安怎讲。样刷就是。样刷。门个徛这种款安尼，叫做样刷。但是我为什么找袂到这个字吼？样。OK， 有收样这个。是先三个字样，是样，是。突出。伊就是喙齿，吼。
嘿是去养嘅，吼，养嘅，应该是主要是在你的嘿有迄个养嘅意思啦，吼，就是嘿养是吐，吐出来，嘿嘿是嘿，哦，嘿养刷刷就是当然就是指讲，喙齿吐出来。无，养刷刷毋是讲喙齿，养刷刷是一般是讲咱问安尼啦，但是。拄拄则若是用吹号有吹着伊，毋过伊讲的是牛角吐出来感觉，养养嘅，氧气，哦，氧刷刷有第上尾一个，是牛角氧刷刷，牛角养刷刷，明显的突出，OK，突出，所以我较早语感无介对啦吼，我是想讲是敢若比如讲毛发植树迄种的。嘿嘿，嘛是吐出来的感觉，但是毋是啦吼，毋是敢若安尼，就是所有的即个会吐出来的物件，拢会使安尼用啦吼。用氧刷刷，对，好，氧刷刷吼，是，这是啥物？痒的款吼 ，OK， 这看来看袂了，好，咱转来这十项关键。好，拄则读到迄个唱门梗是，互人唱门梗，好，继续，目睭所有看见，所有看见，有看见，拢是风火。风火了解，耳孔所有听见，都是落槽，落槽，落槽，即个我爱来看一个落槽。捌听过这种讲法，落槽。落伊是长的音也是假的？对落槽就是第 L 第五声落槽，毋是 O U， 系啊，第二点无找着，找台语嘛无找着，落槽敢是无共的迄个声调，我来找看觅，落槽，真正无，咪若是用车号来看觅，啥物槽，落槽，嘛无。若是用罗嘅词号来看觅，罗无找着，用高字字来看好啦，罗甲槽。我知影伊应该是落槽啦。啥物意思？落第一声，你若用即个落第一声，都会听看到即个落字吼，啰嗦的迄个落啦吼。啰嗦所以讲应该是啰嗦的啰。若落字呢？若是两个拢用高一字去吹，就是罗第五声，就是伊有一个是无清声音罗，迄个罗，若是用浊高一字去吹，就是浊，就是讲是真差的意思。浊应该就是噪音的噪。噪音嘿是，所以讲，凡是伊甲拄则迄个听经共款，伊甲两个高字字的字家己合作伙连起来，用迄个浊。
所以是嘈杂迄个嘈的吼。嘿是。啊，啰就是啰我认为啰应该是啰啦。啰嗦，吼吼。对，啰嗦迄个啰嗦安尼，啰嗦。真差，真无亲近的意思。应该是真惨嘛，因为假讲耳孔所有听见都是啰嗦嘛。好，好，啊，继续吼。对，耳孔诶，好，耳孔所有听见都是啰嗦。大人车经经，敢若为着三顿食。好，即个车经经，毋捌听过。啊，即段足侪困难的词，车婚的词。对。车婚，经车婚，婚嘿，车婚的词。好，好，即个车经经，车经经，我敢是吹毋着气啊？即个车敢有鼻音？有嘿，有鼻音。车经经，银吼，车银，车经经，车啊站，好，无收即个数。嘿啊，嘿经，车啊，青银，嘛无。若是高一字，迄个车是啥物意思咧？车吼，伊是第一半，哪半？好，嘛无。嘿啊，爱青，银，我一直拢查毋着伊哦。CHH。来看迄个汉字版诶。太侪字。好，无解说。经经，来看敢有经经诶词好啦。经经，嘛无。嘛无哟。经经，若是吹经经是有代理店有收经经，啊，毋过汉字是写混。混经经，人毋知啥物意思，真正互人讨厌的意思。来，经，伊即个解说有讲甲无讲共款。有银人，人银，啊，甲即个车经经嘛毋知影。车银，大人车银，嘿，大人，嘿，敢若为着三顿，嘿啊，三顿食。是，哇，这个词根本完全毋知意思。嘿啊，车银金，嘿啊，完全毋知影是，会使想着应该是讲大人拢咧真无用，啊，毋过就毋知影为虾米诶。
系啊，是安尼讲，车银银，车车车，我看第TJ 刚有收61页，车里个伤多啊。车银银，TJ 有收一个无共声调的讲车银银。营收第5条，伊讲是甲第3条共款，车景景，TJ 65页65页。啊，毋过伊收伫遮，敢若嘛无收解说。伊讲是七，爱找七的音，七音，我看卖七 CHHIA 七。银银吼，七银银，七车银银，伊敢有收车银银？等一下，我感觉即个 TJ 淡薄仔有问题款。你有敢有看到？就是伫第65页，65页，嘿，65页，伊就收车银银，迄三伊就收，伊就讲爱去去看市的音对无？市银银，啊，若是现到71页，伊讲就是有一个市银银，伊就讲伊就加车银银共款。所以讲，你这有讲甲无讲，敢毋是共款。若是讲着车，你就说去看市；还是现着市，你就讲去看车。啊，咱无一个所在有解说，啥物叫做市银银，也是车银银啊。这个实在是吼无诚意。我来看，敢有电话哦，换做第5啊。若是伫第2点吼，若是经营换做第5声，敢若就有找有结果。啊，毋过即个结果嘛，去看别的书。用硬劲来测看觅。好，来看觅硬劲。第2声。嘿，第2声。好。硬劲，第2声，敢若无看到，若是用劲咧。第2点收的是讲劲劲，第 KIN 第2声。是哦。嘛毋是啊，奇怪，伊讲是青劲哦，歹势是第3声。哦，是，所以嘿，劲是第3声。啊，伊讲是青囝甲目睭变大蕊，哈，好，找到半工，原来是即个意思吼。青劲劲，吼。嘿，青劲劲，青劲劲，好。是。我咧看即个原文的解说，哪会不看？连原文都找袂到。但也原文无讲哦。青劲劲，青劲劲。这是轻啊，这毋是青啊。倒一个，我看觅。等者你是哦，若是若是去青劲劲迄条的原册咧。就是无看。哦，就奇怪呢。青劲。有啦，伫咧即个中间啦。我来看觅。伊是伊毋是收伫迄个青劲劲即条，是敢若劲劲尔。是哦，好。
啊，结果紧紧伊嘛无解释，就青紧紧安尼。我看卖青紧紧，有啊，伫青紧紧内，若是我是讲代理店，若是去青哦，青紧紧，紧紧，嘿嘿，嘿嘿，青紧紧伊家己有一个调，青青紧嘿，紧，啊，伫原册扫描，嘿，青镜甲目睭变大蕊，叫做青紧。嘿啊，就处理啊，内底嘛是有迄个日语的解说，啊，毋过就是敢若就是翻译华语迄个意思。Q，咱咧讲 Q 路，敢是安尼 Q 路，迄个日语看起来嘛是淡薄仔趣味，伫中央嘛是伫中央诶，中央遐 Q 路。我哪无看？伫中央第二，诶，第二个烂位就对啦，哦。即个敢若甲我，你即个原册伊有两个选择，应该是市第一个选择市。诶，即个敢若甲我迄个无共是的，系啊是即个，我是伫即个看着，系中头位，系对，遮迄个，对，Q 路就有一个目睭，眉 Q 路，毋知影是啥物呢？吼，啊，毋过听起来真古锥，Q 路。OK，阮会用另外一个词叫银虎，但是等下吼，因为即只吼，即个讲大人青紧，青银，敢若为着三顿食，该斗袂起来吼，你解说用袂起，含目睭青银无关系吼。无共个，伊个意思无符合。诶，啥物咧？所以即个青银我真正到即嘛个实在是对个意思佫无了解吼。啊，但是你目睭青紧吼，阮的讲法较接用的是银虎虎，银虎是第三声来看吼，啊无收。啥物？对，银虎，银白目看人叫做银。银虎，目睭青银，青银。无，好啦，无就好啦，无就嘿。等下我记即个银，白目看人，目睭青银。好，啊就当做是大人无用甲目睭银好啊。好，大人青银，简单为着三顿食，拖磨毋敢烧。敢若为着三顿食。三顿为着三顿食。好，拖磨连起来啦，连起来讲，就是讲三顿食。好，变调好，了解。三顿食好，拖磨毋敢小看停，囡仔无人通管顾。了解。家到上低，涂骹上毋是甲家到上地涂骹咧白咧好。哇，真活跳的形容。啊，毋过迄个上是啥物？上刚是倒伫涂骹意思。上款伫啥物所在？上就是同样。哦，了解。甲家到上款伫涂骹咧白咧好啊！即款的警方，了解。即款的警方要甲
譬如做什么，随时第一，也敢嘛是一个嘛是这个样。是第一吼，迄个随时第一，迄个随时，敢是拄则我叫讲是虽然的虽，毋过看起来即句意思较无甲符合。随时第一，应该是啊，随时第一，就算是第一，也是随虽然是第一，也敢嘛是即个样啊。好，会使了解意思。哦，这段读到真久，你敢要来读一遍？好来咱读一遍吼。毋过，若入到咱的庄舍内，庄舍内，头就爱形，目就爱花，所有看见的，就是得气的破篱笆，如杆的草堆，伫高叶的草水窟，土粪堆，静落落的低调，鸡狗的声，乱吵吵，有人好话的声，互人唱问讲，目睭所有看见，拢是风火，耳孔所有听见，拢是落座。大人青认认，干那为着三顿食，拖磨毋敢小看停。囡仔无人通管顾，甲鸡狗上伫涂骹得白得好。即款的情况，要加譬如做什么，随时第一，也敢嘛是即个样。嘿，哇，好。伊即个后壁即句话是意思讲吼，就算是地狱，也不过就是这个样子。是也敢嘛是即个样哦，了解。就是说，伊即个最后一句的意思就是安尼吼，随时第一，就是讲，就算讲我用第一来形容吼，嘛可能就是安尼款，就是安尼款尔啦吼，就是上大家就是安尼尔。是，袂搁较惨嘛，无搁较惨的啦，我无法度找着搁较好的形容啦吼，所以讲随时用第一也勉强可以啦吼。是即个款，了解。好，咱即本就读到遮吼，今仔哇，今仔日今仔太侪书，实在是毋知嘿啊，是足青分嘿啊，袂知安尼理解。好，我这小甲填一下，我甲 stop recording。